總價80零萬就可以喺市區買到一套精裝3房，仲要係南向，最低首期3萬蚊起，其餘嘅房本銀行借俾你，全部都可以攞嚟月供，成交即送車位，仲有36件嘅全屋家私家電贈送俾你。本身以為咁樣就已經好離譜啦，呢個發展商再送多你200次嘅香港車飛。大家好，我係阿 Ken。今日咧嚟到一個市區咧，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屋苑啦。今日嚟到有溫度的社區啊，中澳和悅春府啊。今期嘅話咧，其實主要係更新翻啦和悅春府嘅資訊，同埋最重要嘅就係今期嘅影片咧，帶大家嚟遊下花園，行下周邊，做翻條啦拆界嘅影片。咁我哋咧一路行就一路講啦。今期咧點解會過嚟拍？係因為今期嘅和悅春府咧，佢更新咗好多嘢。例如話啦，我哋陣間會見到嘅一座咧，佢就更新咗一個啦159平方嘅大平層單位。但係咧呢一個大平層咧並不是真正嘅一套159平方，佢咧其實係用啦2套79平方嘅細面積單位進行打通啦，改造成一個大平層。亦即係話大家咧如果想買159平方嘅話咧，其實咧就係買2套單位2本屋契嘅79平方啦。但係單從大平層呢一種產品去進行分析嘅話咧，起碼佢嘅總價係抵嘅，因為你諗下啦，一套79平方咧，你計佢啦80萬出頭啊，我暫且先計算80萬先啦，2套嘅話咧就160萬大裝修。仲要送咗你啦！啱啱我喺開頭啦講到嘅送嘅咁多嘅嘢，咁所以話呢個價位咧，其實喺市區嚟講咧係好吃香嘅。嗱，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一個一座嘅 lobby 嘅位置，咁啊帶大家咧嚟睇睇呢一個 lobby 啦。首先入到嚟嘅話咧，呢個係令到我出乎意料嘅地方。嗱，我靠邊企啊？我靠牆邊企，大家睇下呢一個走廊真係闊落得有啲緊要。嗱，按呢一個瓷磚地磚為單位嘅話咧，其實呢一條走廊啦，入戶大堂呢一條走廊咧，打橫擺嘅話咧，可以企5個人。所以其實呢個走廊佢開放咗出嚟之後，我一行，哇，覺得有幾闊落下喎咁樣。好啦，我哋而家再行翻出去。咁啊，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睇咗好多關於呢個屋苑嘅影片㗎啦。嗱，經常咧會講到啦，就係呢個屋苑啦。每一座嘅住宅樓樓下咧都會有一個飯會所嘅啊，有啲咧可能係咩會客廳啦，有啲咧可能係咩圖書館啦，有啲咧可能係茶房啦咁樣嘅。咁啊，佢而家咧亦都開咗啦，呢度其中2個嘅飯會所嘅，亦都係咁樣啦。喺同大家遊花園嘅同時，帶大家咧去睇埋佢嚇。點講咧？我哋單從價錢嚟講咧，呢個價位可以俾到你。呢一種咁樣嘅社區，佢呢個社區嘅設計咧，我覺得基本上同現時坦洲中澳春城最新嗰一期整出嚟嘅花園嘅感覺咧，基本上一樣嘅。就係該花就花，該地板係地板，該人行路嘅地方就係人行路嘅地方。你可以感覺到咧，佢呢條人行道咧非常之闊，跟住你嗰啲花草樹木咧唔會話種得好雜亂，全部都係咁樣均勻咧分佈喺你嘅左右手兩邊嘅。跟住咧就係樓間佢咧相當之可以啦咁樣。咁啊同中澳春城最新嗰一期嘅唔同咧，無非就係冇咗啲咩網球場啦、籃球場呢啲嘢。畢竟呢一個屋苑嘅佔地咧係有限嘅總共嚟講咧105畝嘅佔地啦咁樣。OK， 咁啊啱啱提到啦，新開放咗一個159平方嘅示範單位，咁啊亦都啦開放咗啦一座呢邊啦87平方嘅示範單位，喺2座嗰度亦都開咗個啦新嘅有啲改造嘅108平方新嘅示範單位。咁啊上述嘅呢啲所有嘅嘢咧，我哋會交翻俾下幾期嘅 Johnny 啦，同大家去詳細介紹下。今次呢啲新家推嘅戶型咧，又係點樣嘅？跟住咧一座呢邊啦，成棟嘅住宅樓咧已經全部開放㗎啦。跟住現時咧最新賣緊嘅，亦都加推咗10座出嚟。當然10座嘅正式嘅售價咧未公布嘅，只不過吹風如無意外嘅話，應該同呢個1座啦、2座呢啲嘅售價咧係差唔多。好啦，我哋而家咧嚟到呢個1座嘅飯會所嘅位置。咁當然啦，而家咧仲係喺度裝修當中嘅。
首先睇下啦。首先從裝修嚟講，80幾萬嘅精裝修送咁多嘢嘅市區樓咧，佢嘅飯會所俾到你呢啲裝飾咧，我覺得已經係合格咗㗎啦。呢度咧係一座嘅位置，一座咧就做咗個會客廳嘅形式嘅，所以咧你可以見到咧呢一個飯會所咧，基本上好似間間都係房嚟嘅嚇。大梳化啦，呢度咧會擺啲餐台啦，閒日咧即係 high tea。你約啲街坊鄰舍落嚟咧，都會有好多張大台俾你喺度咧，你可以嗌美團外賣啦，送啲西點啦，送幾杯咖啡啦，大家三五知己隔離鄰舍咧坐喺度high tea 都冇問題嘅。咁呢度咧亦都有啲麻雀房啦，配齊晒冷氣啦、洗手盤啦，呢啲嘢全部都係齊晒嘅。咁呢個咧係一座嘅會客廳，咁我哋一路咧沿路咁樣行翻出去。出到嚟嘅話咧，呢度就係應該大家睇片經常會睇到嘅呢個入門口嘅位置。哇！你睇呢度，仲有啲假火嘅裝飾俾到你，80幾萬嘅樓，真係冇得講呢。咁跟住咧呢度就係嗰個入門口嘅水景啦。再轉翻過去咧，嗰度咧亦都係入門口嘅水景嚟嘅，好有情緒價值。咁呢個咧就係2座啦。2座咧嗰個新嘅108平方咧。Johnny 會同大家去進行翻一個詳細嘅介紹。咁我哋而家咧就講翻啦。我哋經常話咧買樓嘅時候咧會有不可能嘅三角。我哋前文咧經常會聽到我啦講到一個詞嘅80零萬嘅市區精裝修南向嘅3房，亦即係話呢個盤咧一直嚟講最大嘅優點就係總價平。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吸引咗好多人購買嘅主要嘅原因。咁喺地產入邊不可能嘅鐵三角。如果你要地段好、戶型靚，咁會產生咩結果呢？就係價錢唔會平。咁我哋調翻轉啦，如果你要地段靚、價錢平嘅話咧，戶型就差。咁你如果咧你要價錢平，戶型又要靚嘅，地段就唔一定好嘅。咁所以話咧呢個盤咧一樣嘅，就係價錢靚、戶型好，但係地段咧雖然係市區，不過咧就自己喺市區咧歪埋一邊嘅。我哋而家咧就咁樣出去，帶大家嚟睇睇啦。我可以咁樣講，喺現時嘅成個中澳和悅春府，佢嘅樓下配套，大家基本上可以認為就係0分㗎啦，最多5分。點解？轉翻過嚟一目了然。我哋而家隔離呢度咧，就係佢呢一個售樓處嘅位置。售樓處嘅正對面咧，就已經可以睇到啦，周邊嘅環境大致上係點樣㗎啦。呢度咧係火炬開發區比較之出名嘅賣車一條街。咁呢度咧有眾多嘅二手車行啦、一手車嘅一啲牌子嘅旗艦店啦、專賣店啦，全部分佈喺呢一條街上邊，方圓700米內嘅範圍入邊。我相信喺咁熱嘅天時咧，700米嘅距離已經基本上係一個50、60幾歲人、70幾歲人行路嘅一個正常嘅極限嚟㗎啦，700零米嚇。咁所以話咧，如果你喺呢度出發，無論你由東行又好，由西行都好，你行700零米，你基本上係冇乜民生配套嘅。例如話你要落去士多，而家天口熱，想買杯可樂，暫時嚟講實現唔到。但係點講咧？而家見到啦，售樓處喺左手邊嘅，右手邊咧就係日後和悅春府下邊嘅呢一個綜合商業體。咁呢個綜合商業體咧，將會喺今個月7月份嘅下半旬咧，就會進行啦政府招商活動嘅。跟住呢嚿嘢咧，我原本以為係中澳啦自己去運營，因為中澳咧其實喺中山地產界嚟講咧，以中山本土地產商嘅實力嚟計咧，佢應該係可以排到前3嘅 Top 3之前㗎啦。運營咗諸多嘅樓盤，例如係18年、17年、16年，大家非常之熟知嘅，位於南區嘅中澳濱河灣。現時咧，佢原本中澳濱河灣啦，樓下嘅售樓處因為好大啊嘛，就俾咗中澳自己運營咗一個叫做天虹商場嘅嘢出嚟。例如啦，坦洲嘅中澳春城10幾20年嘅發展，而家都係一個非常之成熟嘅社區。我哋前文提到嘅中澳濱河灣
佢自己嘅商業體咧係自己運營翻嘅。但係講翻啦，中澳和悦春府嘅呢一單嘢咧係交俾政府去運營翻嘅。究竟係好與壞，經驗有冇中澳咁足？我哋而家咧要打翻個問號。但係如果即係話，如果係成功嘅，咁啊呢度咧日後樓下其他嘅配套咧，我唔敢多擔保。但係有一樣嘢肯定會有嘅，就係士多啊！士多絕對會有一間喺翻呢度，因為咧喺內地入邊10個屋苑咧，10個屋苑樓下嘅第一間鋪頭咧就係攞嚟開士多嘅。OK， 咁啊士多咧就實有噶啦。咁啊其他嘅配套，如果你想揼骨嘅啊，或者係睇下，其實佢個佔地都幾闊下噶啦，睇下有冇機會開間戲院啦嚇。咁啊睇戲揼骨士多啊，開間超市都冇所謂啊。入邊咧要有生鮮買嘅，即係可以買餸嘅最好。咁啊呢一度咧就要等翻啦時間去俾到我哋答案啦。反正咧士多咧我就實擔保咧肯定會有嘅。OK， 我哋咧再行下啦。所以話咧，佢現時嘅呢個樓下配套嘅情況，亦都係造就咗啦佢現時總價平嘅最重要嘅原因。所以話咧，大家過嚟買餸咧，應該就比較難啲。但係如果大家話咧過嚟買部車啊，買部中國電車嘅話咧，好易嘅啫。因為咧呢度上下700零米，全部各式各樣唔同嘅國產品牌車嘅旗艦店等緊你。OK， 咁我哋現時啦，如果你要住響度出去買餸嘅話，點算咧？最簡單一個就係佢嘅斜對面咧，會有個叫做金華花園嘅東東嚇。金華花園，咁啊金華花園咧幾遠咧？大家睇下啦。我揀嘅呢個咧係步行距離嚟㗎嚇。啊，1.1公里，15分鐘3個字嘅時間。喺而家天口咁熱，36、38度嘅情況下，我相信好多街坊寧願自己打的去啊。咁啊，跟住咧揸車幾耐咧？嗱，揸車好近，966米，揸3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啦。嗱，其實就係前邊啦，嗰啲尖頂歐地風格嘅嗰啲 building 嘅樓下啊，就有餸買，有嘢食，就係咁樣啦。咁所以話，如果你住響度，你係唔揸車或者唔中意揸車嘅話咧，可能會比較困難啲。但係如果咧你唔排斥揸車嘅，亦都係港車北上或者兩地牌嘅話咧，我諗呢個屋苑咧可能真係非常之適合你啦啊！因為講緊80幾萬、100萬唔使，仲要唔使你煩，幫你裝埋修、南向送埋你全屋嘅家私電器，仲要係大小電器都包晒俾你。咁嘅話咧，如果你係想要一個低銀碼去買一間度假屋嘅話咧，呢個屋苑咧，直情係你唔使煩，你負責俾錢就得㗎啦。得閒冇嘢做咧，就翻嚟咧住2日啊，過嚟咧行下商場啦咁樣。咁啊講到商場嘅話咧，現時中山最新最大嘅商場就喺呢一條路，直接鏟上去11、2分鐘到就可以到嘅富日城。所以話你唔排斥揸車嘅話，其實住響呢個位，你又可以用低銀碼買到間度假屋。唔排斥揸車，其實咧幾舒服下嘅。啊，跟住咧去到啲黃區啦，或者你要去馬鞍島啊，而家嘅話咧，馬鞍島咧其實都算係一個中山市民啦喺週末嘅一個好去處嚟嘅。點解咧？因為喺嗰度咧點杯咖啡睇下日落好舒服。喺呢個位講緊去馬鞍島嘅話咧，3個字至4個字之間嘅時間。所以話如果你有兩地牌嘅，喺呢個位去到深圳嘅話咧，深圳灣口岸嚟計下。大概係10個字，9個字至到10個字之間嘅時間就可以喺呢個位置出發，去到樓價10幾萬嘅深圳灣口岸附近啦。OK， 咁我哋咧而家鏡頭咧再轉翻過嚟啦，帶大家咧去睇下周邊嘅環境啦嚇。所以話咧今期咧主要係拆解、行街，同埋咧可以幫到你。即係如果我哋有好多街坊咧係第一次上嚟買樓，咁啊好多時候咧可能會齋喺總價啦。唔睇地段啦，或者唔了解佢樓下嘅配套嘅情況嘅，從而買到一間唔適合自己嘅樓。所以話我哋今期咧喺呢一個 hit 盤咧進行一個詳細嘅拆解啦。首先就係如果你要買呢度，睇下你接唔接受到呢一個周邊嘅環境，民生配套為零嘅環境啊。如果你肯接受嘅，唔排斥揸車嘅，咁我覺得咧呢個屋苑咧幾啱你嘅。OK， 咁啊今期影片咧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記得 CLSS 聯繫翻我哋啦，上方嘅聯繫方式進行一個詳細嘅諮詢。咁啊今期影片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